今日都係要維修一部紅酒櫃。呢個紅酒櫃係呢個牌子，呢隻櫃比較貴，裡面放到拉菲喎，這個就不便宜哦。哇！1998年了以後，有錢就是任性哦。今日好似睇酒喎，唔係似睇維修櫃。喂，整嘢！今日呢部機係壞個主板，咁而家幫佢整個主板。睇翻情況嘅話，係個板燒窿咗，而家幫佢換嗰塊板，維修紅酒櫃，集文電器維修。